来看台南的国定古迹士典武庙，这个武庙是已经超过350年啊。今年1月份，去互一个查某人用黑色的笔黑白画、黑白字，落尾像这个查某人去互警方以文字发来移送，找到台南地方法院判伊6个月有期徒刑，会当1颗罚金。 红色壁红画本仔的图并写着内容不明的文字。1月20日下晡1点外，头顶无爱女性来到有超过350档历史的台南国定古迹武庙的后门，伫壁顶黑白画，庙方发现赶紧报警。另巡线及在现场发现该名女性女子，并将该名女性女子带返所调查。女性女子坦诚不讳，全案因违反文化资产保存法与社会秩序维护法等案，报请台南地检署侦办。 过要半档了，转来现场，16透早武庙壁顶已经无黑色的图，但行近一看，还是会使看到清理过的痕。我们是请文化部跟文化部协调，看如何来因应。黑白画女性犯毁损古迹附属设施罪，进前予台南地院判6个月有期徒刑，会使1颗罚金。但台南其实伫1月，阁发生另外一件大南门被林峰判监狱的案件。 加强巡视，透过一些监视设备的一个辅助，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夜间的时候，万一不幸发生的这一些非法破坏古迹文物的行为的时候，可以供后续的一个追踪。文资处长提醒古迹管理者会使加强巡逻管理，嘛表示随便毁损古迹是违反文资法，依法会使处6个月以上5档以下的有期徒刑，提醒民众唔通以身试法。记者陈焕武、陈显坤台南报道。